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18，诗篇139篇16节安尼讲：我未成形的体质，你的目睭已经看见，所定着的日，犹未有一日，拢记伫你的册。三甲来祈祷，阮未成形，你就已经看见阮的天父。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阿里法，阁是欧米伽，是头一个，是落尾，是起头，是煞尾。主啊！你对起头，就照你的旨意来创造，也对阮听到你的旨意。你予阮通经历你同在的快乐，也予阮伫你的恩典中来活。主啊！阮虽然会拄着济济困难甲挑战，总是你的同在，就是阮的愿望。主啊，你所爱阮的，就是敬畏你，遵趁你的旨意，尽阮一世人来荣光你的名，因为阮未成形的体质，你的目睭已经看见，所定着的日，也未有一日，拢记伫你的册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